哦，但是他有国学多语，在叶牙古对高师傅。他不仅是思想端正，而且他有产品对。今天我特别要讲，最近我们在立法院刚是否开了好几个记者会，我们发现他主要的这个对手马伟哲先生，这个人格是值得怀疑的。首先，我们发现原来的过去在立法院为民众服务是要拿费用，是要收取高额的服务费的。可是很奇怪，为什么明明违反政治献金法可以逃过一劫？他拿钱跟办事的对价关系是法院认证的，这样子居然可以判没事，真的是神通广大。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过案子叫什么呢？什么？大困难区有大大的创伤黄伟哲的新闻，大家听到了？我们最讨厌那个立法委员去非法宽松。